Hello，大家好，我係南華金融嘅 Bowie。今日係2026年2月1號嘅，咁同大家睇翻嗰個美股嗰個同埋外圍個走勢先啦。咁首先講翻啲新聞先，就星期五咧，咁特朗普政府咧就宣布咗啦，就提名呢個 Kevin Warsh 咧做一個下任嘅聯儲局主席啦。跟住咁 Kevin Warsh 主要咧咁就認為佢會係降息啦，同埋縮表雙軌進行嘅。咁同時咧，佢都認為會係 AI 啦，可以提高嗰個生產力，同埋可以抗通脹。咁除此之外咧，咁市場都預期佢係會推動呢一個結構性同埋機構嘅改革嘅。咁提名之後咧，咁市場都冇好大嘅隱憂啦，同埋都預期佢係其中一個人選啦。咁所以股市又唔係好大反應啦，咁就美債就升咗少少啦。咁主要就冇一個恐慌嘅情況出現嘅。咁再嚟就睇翻嗰個美元啦。咁美元嗰個走勢嘅話咧，咁就星期二咧，美元就去咗一個低位㗎啦，就大約係95.5啦，跟住有個反彈啦，見到係一個超賣嘅情況，有個反彈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啲金價啦，同埋個銀價啦，都比較受到幾大嘅影響啦。咁就升得比較急之後咧，咁就星期四見咗個高位，去到5600蚊之後咧，個金咧就開始有啲比較大嘅調整啊，咁就單日就跌咗8.8%啦，咁最多跌咗成10幾個 percent，去翻1月20號嗰啲位嘅，去翻個穿咗個5000蚊嘅，咁樣樣收市就都去翻4895啦，咁低位就4600幾嘅，咁跌得最犀利咧，咁就係個白銀啦，咁。白銀咧就創咗呢一個歷史個跌幅啦，咁樣樣曾經單日跌超過37%啦，咁收市就跌成27%嘅，咁就一下咧咁樣樣拉到去個高位就去到121蚊啦。咁啊，你見到金同銀咧咁樣樣拉法咧，短期應該都係見咗頂，而需要一個比較長時間去收復，先至會再有一個新嘅高位，就好似類似之前我哋見到 Bitcoin 嗰個情況一樣啦。咁 Bitcoin 咧亦都係跌得好多嘅，咁。Bitcoin 星期六就跌穿咗呢一個80000啦，咁就最低位去到75000啦，咁樣樣之後今日就回穩咗少少啦，咁但係咧暫時就見到大約77000度啦，咁睇下之後你有機會會繼續向下試噶啦，因為其實喺翻呢一個85000呢個位咧，其實都托住咗一段時間噶啦，咁樣樣佢一口氣連續2日咧插落咧，有機會咧就會再下試比較再低啲嘅位噶啦。咁Bitcoin 之外咧，你見到譬如以太幣啊，都跌得比較多噶，又係喺守住喺2700蚊呢啲位咧，又係一下穿咗咧，就對咗落去2300啊，咁樣樣個樣就係麻麻地嘅，有機會會喺你見到啲資金咧係獲利回吐啊，就所以見到啲譬如啲同埋佢哋嗰個風險個胃納咧比較細，而家就全部都係套翻啲錢咧出嚟，去翻啲比較相對穩陣嗰啲嘢，例如係邊啲嘢咧？咁就去翻亞洲個 market 啦，見到台灣或者係甚至乎香港啦，香港我哋今個星期都創咗4年半嘅新高啦，去到28000點啦。咁另外就韓國啦，都係一啲相對係受惠嘅市場啦。咁咧見到啲資金都開始去流翻去一啲相對估值比較低嘅地方。咁今個星期主要升嘅係乜嘢咧？咁其實仍然都有升到就係啲誒儲存體嘅，咁譬如好似係 SanDisk 啊，你見到咧，今個禮拜都仲係升嘅，但係星期五咧就啱啱調翻轉啦，就高開始回翻落嚟啦。咁小心就係呢啲位可能真係有獲利盤啦，咁可能短期之內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啦，咁就要小心啲啦。例如譬如西部數據咧都係啦，星期四開始見頂啦，星期五回啦，佢就相對地就早少少見咗頂啦，咁就可以留意翻，要小心翻啲儲存股啦。可能如果持有嘅話，可能可以走一走先啦。咁仲有啲乜嘢會係比較好表現嘅咧？咁可以睇翻就係譬如啲軍工股啦，你見到穿破晒頂啦，而家啱啱突破咗啦，今個禮拜已經咁就係洛克馬丁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大型啲嘅軍工股啦，相對係比較落後嘅，因為之前都係可能炒啲無人機啊，比較細型嗰啲，咁但係而家特朗普政府都講咗佢會投資翻部分去啲航空母艦啊，咁就應該會攞翻一啲大型嘅武器都會生產翻，咁所以咧啲落後嘅軍工股都受惠嘅。
咁除此之外咧，咁今個禮拜比較多壞消息嘅就係啲醫療保健股啦，因為就聯邦個醫療保險就限制咗嗰個上調嗰個空間啦，咁所以咧就低過個市場預期啦個增幅，咁所以咧就令到譬如 United Health 啊呢一類型嘅醫療保險相關嘅個股價都有裂口向下調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就今個星期就出咗 Meta 同埋 Microsoft 嘅業績啦，咁就係完全相反嘅一個表現啦。咁Microsoft 微軟出咗之後咧，就係第五次嘅大幅下跌啦，咁就跌成 10% 嘅一日裏邊。咁原先我哋上個禮拜咧見到佢係個超賣嘅情況啦，彈咗少少嘅，咁但係可惜啦，就因為出完個業績啦，大家會質疑翻佢嗰個收入啦，咁所以咧就裂口就跌咗 10% 嘅。咁講翻嗰個業績啦，咁就係主要大家質疑翻佢咧，上年全年咧就投資咗375億美金去呢一個 AI 啦，咁就質疑呢一啲支出究竟可唔可以帶嚟收入啦？因為其實睇翻佢嗰個雲嘅收入啦，Azure 咧，咁就市場預期佢就係有40%增長啦，但係得38%，大家就係擔心究竟俾咗出去嘅錢收唔收得翻？第二就係因為其實 Microsoft 咧，佢係受到好多其他大型嘅公司嘅挑戰啦，例如好似 Google 啦，咁 Google 有一個垂直嘅產物鏈啦，就有佢自己嘅 app 啦，佢有自己嘅模型 Gemini 啦，亦都有研究自己嘅 TPU 嘅晶片啦。但係 Microsoft 咧，除咗有呢一個 Copilot 個 app 之外咧，咁佢主要嗰個模型大型語言模型咧，都係依靠個 OpenAI，而佢個芯片係依靠翻 NVIDIA，咁所以大家會質疑翻佢嗰個核心嗰個模型個價值啦，會係遠比起其他企業唔好啦，咁會影響到佢嗰個 AI 嘅利潤啦。咁所以咧就演變成會喺出完業績之後咧就跌咗 10% 啦。咁相反咧 Meta 咧咁就做咗一個好強勁嘅三角形啦，就係佢有好好嘅現金流啦，佢有跟住啲現金流啦就投資落翻去 AI 度啦，AI 咧就出咗一啲更加到位嘅廣告啦，令到佢嗰個收入增加啦，咁樣樣咧就可以做翻一個不停咁樣樣嘅looping啊，咁所以變咗佢嘅收入啦可以投資翻落去嗰個科技發展方面啦。咁另外咧就公布咗嗰個蘋果嘅業績啦。咁上個星期我哋都有講過，Apple 係有機會係超賣會唔會反彈咧？咁樣樣都彈咗少少啦，又唔係彈好多啦。咁樣樣就上個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咧，就250蚊左右啦，248啦，咁樣樣就星期一開始咧，咁低位都係落翻240嗰個八，都係250蚊左右啦。咁就收市就收喺259.48，高位就做過261蚊，咁就彈咗5% 到啦，就唔係彈好多嘅，全個星期。咁比較驚喜嘅業績嗰方面咧，就係佢嗰個大中華區嗰個營收咧，就升咗38%啊，而佢個 iPhone 個營業收入咧係創歷史嘅新高，有85個 billion 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對於佢AI 落後咧都唔緩解咗嘅，冇咁擔心嘅。加上嚟緊如果同 Gemini 一齊合作嘅話咧，有機會會對佢嚟緊發展 AI 都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咁除此之外咧，咁仲有啲咩科技股方面嘅消息咧？咁就係 Google 就今個星期出咗個 Project Genie 啦，咁就係用文字生成啦，同埋可以同呢一個虛擬世界互相交互嘅。咁大家咁就認為有機會呢一個係一個切入點，係俾開發者啦去做遊戲嘅。咁雖然暫時只可以最長做60秒嘅體驗，但係大家相信長時間嚟緊嘅可能1-2年嘅時間咧，有機會係真係可以做到一隻遊戲出嚟啦。因為其實目前嘅開發成本啦，一啲大嘅遊戲係需要5至7年，同埋要好多億美金去做嘅。咁如果而家有呢一個 AI 咧，可以打破咗呢一個困境，咁就令到大家對於啲遊戲開發商啊都有一個質疑。會唔會佢會被其他一啲 AI 所取替咧？咁所以遊戲股方面咧都跌咗幾多，好似譬如Unity Software 啦，都跌咗24%，Roblox 啊呢啲都跌咗13%嘅。咁除此之外咧，今個星期咧嘅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消息咧，就係NVIDIA 咧之前咧就同 OpenAI 有一個$1000億個算力投資協議，咁暫時好似咧就有啲阻滯嘅。咁雖然咧黃仁勳咧都有講過，佢哋會繼續投資落去 OpenAI，不過咧佢哋咧就對於係咪1000億咧
暫時講到就好似有啲保留啦，同埋可能咧嗰個投資個方法會有啲轉變啦，就係可能未必係$1000億嘅一個投資協議，反而就係一個股權嘅投資。咁睇翻呢個消息咧，係因為本身黃芬咧曾經講過，其實 AI 係暫時佢見到係冇一個 bubble，但係佢而家咁樣踩掣去投資呢一個 OpenAI 嘅話咧，咁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質疑，就係會唔會係佢仍然都見到係真係有 bubble 喺度，定抑或其實 OpenAI 會係一個佢未必覺得會係嚟緊 dominant 嘅一間公司咧？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對成個科技板塊都有一啲影響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Oracle 啦。咁無論係頭先啱啱講嘅 OpenAI 啦，同埋 Oracle 啦，都係同美國個 Stargate 嘅開發有關係嘅。咁甲骨文咧，咁就市傳啦，咁就好多銀行咧就收窄佢嗰個融資渠道啦，咁就可能就唔放水俾佢啦，或者冇放咁多啦，因為見到佢呢5年嚟嘅 CDS 嗰個信用風險升咗3倍啦，跟住股價最近又跌咗50%啦，咁而加上見到佢個利潤啦，由21年開始79%，去到預期今年有機會落到去68%，而市場預期30年有機會去到49%再低啲，咁所以大家對於 Oracle 可唔可以繼續投資咁多錢$300億落去個 Stargate 都係好大嘅疑問啦。咁就市場就傳聞咧有機會咧。Oracle 為咗自保，有可能要大規模裁員啦，2至3萬人啦，跟住之後要出售一啲非核心嘅資產啦，同埋可能會推行一個叫做 BYOC 啊，Bring Your Own Chips 嘅一啲模式啦，咁就要睇翻星期一翻嚟啦，Oracle 啊或者相關股票，例如SoftBank 啊，會有啲咩表現啊？因為其實你睇翻 Oracle。你睇翻 Oracle 嘅話咧，其實佢係高位340蚊跌翻落去160蚊，跌咗一半有多㗎啦。咁其實你見到今個禮拜啲 AI 嗰啲科技股啲消息冇咁好啦，跟住之後咧，尤其是大家會質疑翻究竟 AI 嗰個回本嘅能力之後咧，你見到個市場一路都係開始向下翻，可能有機會會再跌多啲，接近翻上次低位試翻125㗎啦。咁可能就要再睇下究竟個AI發展會係個趨勢會係點？暫時可能你見到大家對於借貸比較高嘅科技公司係會有一啲 concern，但係對於一啲仍然都係可以實質揾到錢、有現金流收入，好似 Meta 嗰啲公司咧，都係會係相對係睇好翻嘅。咁除此之外啦，咁今個禮拜就講埋個地緣政治啦。咁喺特朗普政府就簽咗個行政命令啦，咁就講緊而家佢已經部署咗好大規模嘅軍隊喺伊朗㗎啦。咁樣咧，咁伊朗嗰方面咧有啲咩反應咧？咁今個禮拜咧，咁也門回塞武裝咧已經係一個軍事戒備升級啦，已經係針對翻美軍可能有軍事干涉伊朗而採取一啲防禦性嘅措施㗎啦。咁呢一個就可能係今年有機會觸發一個衝突嘅地方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尤其是就係可以留意翻個油股啦，油價啦，因為其實伊朗嘅呢一個協議有機會都會好大影響到嗰個油價嘅表現嘅。咁上個星期啦提到啦，咁星期六有機會就係5、6咧，咁就係一個美國政府有機會係技術性停擺啦。咁暫時見到咧就參議院通過咗個撥款議案㗎啦，咁就要等等星期一晚啦，眾議院再通過先至決定到嘅。咁所以暫時咧白宮都啟動咗部分部門啦，例如交通部啊或者係教育部呢一啲嘅停擺嘅計劃㗎啦。咁實際個情況咧，咁就要等翻星期一啦，夜晚嘅投票先至知道個最尾決定係點。咁今個星期要留意啲乜嘢啦？咁主要就要留意翻星期二有 ISM 個製造業指數啦。咁另外就仲有星期五會有非農同埋失業率啦。咁另外就仲有星期一至五都會有幾間公司會出業績啦。首要留意就係星期一有 Palantir 啦，星期二 AMD 啦。另外就星期三 Google 啦，Google 就係大家都好想睇下究竟 AI 發展嗰方面究竟佢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嘅盈利翻嚟啦。另外就有 Amazon 啦，咁Amazon 又再睇翻究竟佢啱啱又再裁員啦，之後佢會有啲乜嘢計劃啦。咁今個星期係咁多，咁祝大家投資順利，多謝晒，拜拜。